香港咧快餐店咧喺香港人好多時都會諗起大家樂啊、大快活啊。咁其實咧仲有一間叫做美心快餐店。雖然美心咧就嗰間店咧就唔及得大家樂多，但係咧其實美心快餐咧，除咗佢本身做快餐之外咧，仲有美心西餅啦、北京樓啊、星巴克等等啦。咁呢個故事就話俾大家知，做生意咧就唔好成日獨沽一味，要多元化，咁迎合市場嘅需要。咁好啦，咁講返個保安呢方面，咁有啲保安伙計咧就成日就話想返日頭早更，咁夜間就唔肯返嘅。咁好多時就我想話俾大家知，無論你係做保安好、做日頭好、做夜晚都好，其實返多啲唔同時間、唔同嘅盤，咁咧你就可以吸收到多啲唔同嘅經驗。所以因為始終日頭同夜晚運作會有啲唔同，處理事件咧亦都會有啲方法，有啲唔會唔同。你去唔同嘅盤嘅工作咧，亦吸收到唔同盤嘅運作。所以咧，你想保安做得好咧，其實你應該走多幾道盤，了解多啲盤嘅運作，日夜更、早更，所有時間都可以嘗試做。咁咧，你對於保安嘅行業呢樣咧，會更加了解多啲，將來咧先機會加薪咧就更加多啦。OK。